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今年报名到高考普考的人数超过9万人，比去年加将近1万人。上主要也是公务人员的薪水甲上班的时间加进好康，再加上疫情的影响，有不少观光甲服务业的民众嘛拢来考。不过，这个高考普考平均的就榜率只有9%，无好考哦。 自己待在家里，然后一直看书。24岁小泉去年拄考到教育行政类的高考，这笔记全部拢是伊准备考试的时阵写的。大学明明是读师范大学，小泉是安怎袂考老师，决定要考高考咧？ 老师这个缺真的太少，而且太难考。所以我们现在大概1个月是领4万多，表现得好的话，可以一路往上升的话，其实薪水就会继续一直成长。薪水真稳定，真啥人？考宣部统计，今年报名高考和普考的人有9万2千人，比去年搁加9000人。记者搁是再来补习班，来问的民众真正真多。以前都是服务业比较多，然后觉得很累很辛苦，想要一个稳定工作，然后蛮羡慕朋友就是能够稳定上下班。去年受到疫情影响嘛，那各行各业其实都有影响到，所以相对于来参加应考的学生的话，也相对比较多。补习班统计，去年高考和普考平均考调几率大概是9%，无算真悬。建议真正想要考调的民众，一年有真侪摆准备的机会。年初是初等的考试，年中是高考和普考，年底是地方特考，全部做伙准备，量早考调的几率嘛会较悬。